再来看日本的伊势神宫，每20年都会定期新的宫，互因所服侍的天照大神通住伫新厝。但是要起神宫的8年前，就慢慢啊开始起路，嘛会伫咧神宫前的树林内选出1万张超过200年的香鹅。一寡准备作业，也有祭奠仪式，因为真出名，所以定有居民啊，佮有游客来看，嘛真做当地的观光特色。倒茶声音真有节奏，了后大树就慢慢倒落去。这是日本三田县伊势神宫每20年都会办一摆的圣年签宫，也就是每20年将包含内宫、外宫、14个白宫，也有一口五帝桥等等，照原本形式全部定期一摆。新宫殿所需要建材真多，所以伫专家建议之下，制定神宫森林经营计划，用200年到300年做一个周期。种新的ヒノキ，种树的山也被叫做牛面山，一片种满ヒノキ的森林叫做熊血林。设伫流经过伊势神宫的50川的水头，每年到选树的时间，会为熊血林内底找出1万丛树龄超过200年的ヒノキ来厝，其中要起本宫。ヒノキ都爱超过300年以上，每一个ヒノキ有2度，运到神宫爱靠50川的水流加上尽力，将ヒノキ放伫木架啊，拖到8公里外伫水头的伊势神宫。这时阵，数十个拖的人员会往那画口号，由上头前人员引导去神宫。えいやえいやっていう力強い掛け声と、あとこの木槍も、途中で交えながら皆さんが一生懸命弾いてる姿がすごく感慨深く印象的でした。伊势神宫这个山宫传统维持1300多年，顶一摆是伫2013年。因为工程真大，常常下伫山进前8年，就是今年开始慢慢起新的宫殿。这建筑仪式就叫做牛面喜祭，会吸引真侪在地居民游客，甚至是伊势神宫的神职人员来看。为今年开始到2033年神宫定期完工之间，也有未少仪式要举办，这互这重要文化祭典，加做伊势市观光特色之一。公视新闻陈时东编辑。